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使应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以上，这是咱要来请本堂第三任的关怀牧师，也是台南中会副议长李仁玉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建立教会，完成大使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呼召阮来到你主你的面头前。感谢你，你呼召阮，相信甲咱教会，阮伫这个所在共同去做你的圣会。主啊，伫这50年的中间，上帝你亲自来运行，使阮祝福伫这个水阁好的地。主啊，互你的名伫这个所在得到高举，互济兄弟姊妹伫你面头前领受你的恩典。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你设立甲咱教会有你水阁好的意思。主，阮恳求上帝，伊搁一摆通过你的话来启示，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得到明白，互阮搁一摆领受你的呼召，使命往头前的目标来迈进。主，感谢你，阮从今早起，阮的敬拜对头到落尾，仰望伫主你的面头前。主啊，你小事，你的圣心运行伫你的教会，伫阮所有兄弟姊妹的生命内底。主，你亲自对阮讲话，你不断启示搁启示。主啊，互阮每一兄弟姊妹，搁一摆伫即个所在，领受上帝你的恩典，领受上帝你的话语，成做阮一生的帮助，成做阮一生行伫上帝你这条心意的道路，真大的目标甲开来。最后帮助阮，阮就今日早起的敬拜，对头到落尾，到托伫主的面头前，祈祷恳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离开教会因为14年外，30岁时，我甲牧师娘，迄当阵团队娘，来到伫咱的教会，将近7年半的时间，伫即个所在，上帝互阮，得到除了上帝听以外，特别非常奇妙，上帝通过咱，互阮的家庭，伫即个所在，伫遐来成长大汉，阮2个查某囝，特别我伫即个所在，搁一遍感谢上帝。我知影上帝真正听我，互我会当来到伫台南教会，特别通过咱的帮助。引带带导牵教，互我去做一个足要紧的服侍的能力，互我会当继续伫教会来带领教会，引带兄弟姊妹来归向天父上帝。兄弟姊妹，我相信恁伫我生命中间所享受这的祝福，上帝又会记念你。上帝继续来引带咱。来帮助咱，所以徛伫即个所在，有足侪的感动，有足侪的感谢，实在讲袂出来。我昨昏听到足伤心的代志，是安那呢？讲牧师啊，恁2个查某囝无来，吼，伊后壁无讲啦。我替伊讲个，讲吼，恁来创啦。我想吼。这讲算笑，后壁是我讲的，所以因虽然袂当来，但是因毋茫
会当来到因生长的所在、开始的所在所以因有一分钟的影片吼咱小看一个代表吼阮两个查某囝温馨家先大家请安，来。后来重新来音乐吼。OK， 好，再来，咱将这阳光来归天父上帝。今早起真正非常的欢喜搁一遍伫这个所在来上帝来帮助咱，互咱所有伫今早起伫这个所在敬拜，拢会当咱得到真大的快乐，因为我相信。上帝互咱的产业是何等的大，因为上帝带领互咱的教会已经进入到第50年。兄姊妹，未来的50年，未来100年，非常的要紧。我想除了咱庆祝欢喜以外，其实咱需要来各主当工，继续来起造伊的教会，完成大使命。所以今早起。牧师要伫这个所在用这个题目建立教会，完成这个大使命。当然，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来勉励。但是，咱伫上帝话内底非常要紧的一句话，耶稣讲：“你们要去。”耶稣说：“耶稣讲，恁爱去。”兄弟姊妹，这句话非常的要紧。这句话。是一个啥物？耶稣讲：“恁着去吗？”耶稣讲：“恁着去吗？”毋对，耶稣讲是啥物？恁着去。一个足要紧的一个语气，肯定要求命令，恁着去。兄姊妹，你伫即句话内底会当看到耶稣非常要紧的一个命令，恁着去。去倒位？去倒位？姊妹，完成大使命，完成大使命，兄姊妹，这太重要，这太重要。咱要完成这大使命，咱必须爱去面对一个问题，啥问题？生命的问题。兄姊妹。为什么咱要讲到生命？因为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咱诚做基督徒，咱诚做伊的门徒。兄姊妹，这是啥物？因为主耶稣互咱生命，主耶稣互咱生命，主耶稣为着咱定死十字架顶，互咱生命。今仔日咱会当坐伫这个所在。但是主耶稣享受咱这个生命。我伫20年的服侍，
即个教会生活中间，我有发现，今日若毋是主耶稣拣选咱，我想咱无可能坐伫即个所在。我有一个结论，这是啥物？就是来到你教会，有两种的人，第一种人迷路，第二种借钱。总是我看到咱兄弟姊妹，敢是安尼？毋是，是主耶稣互你生命，引带你来到伊的教会，阿门吗？呀，这非常的要紧，非常的要紧。其他去耶稣互咱有生命，互咱有生命，这太要紧。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古早的故事，伫台湾早起时足早的时间，咱知影古早拢无法度恋爱，所以咱经过媒人报介绍，所以有一口罩，通过媒人报介绍，了后，哇，大家阿公阿嬷、阿姨、阿哥、阿婶讲好，即个好，哇所以即个查甫人呢嘛讲好啊。既然这长辈讲好，当然讲好啊。所以迄一天洞房花烛夜的时，较记着即个啥物？太太的庐山真面目。等于歹势，安尼较有动作。等于拍开的时，惊一跳，是安怎惊一跳？要命咧，遐歹看的查某囡仔。我从来毋捌看过遐歹看的查某囡仔，兄姊妹，即个做红婿，就开始安那讨厌伊，误入伊，无好好款待每一天。哇！即个婚姻要安怎过？总是嘛安尼过30年，30年的婚姻的生活，可怜。这个婚姻人真可怜，无一天平安快乐。兄姊妹，经过30年，有一天，伊的丈夫眼角膜哇受伤，需要换。咱知台湾这眼角膜移植啦，你得爱等着啊，等到天荒地久安尼呀，这无简单。所以医生讲，你爱等啊，等足够的时间。有一天，等于就通知伊讲，你会当来换眼角膜，哇，足欢喜的，哇，倒来伫遐手术了后，哇，个人成功，重见光明。等于到伫厝里时，发现伊的太太某咪达，你的目睭是啥物？发生啥代志？较一了无看到，是发生啥代志？等伊继续问的时，伊伫遐知影，原来伊的太太关一个眼角膜互伊。兄姊妹，这个做红婿，马上跪伫伊的太太面头前，向伊悔改认罪。因为伊看到啥物？一个太太会疼，一个太太为伊牺牲，一个太太完全的牺牲30年，互伊得到啥物？得到光明，互伊红婿得到伊的疼。兄姊妹。耶稣听，敢是安尼吗？耶稣听，敢是安尼吗？为什么伊要为你来死？因为听你。为什么伊为来死？这个人，我唔知影，咱的父母，你有才调为你的囝儿来死？我想咱有一把尺，拢会底下衡量看看。但是我相信，绝对咱。父母绝对会为着咱的囝儿来牺牲，但是死唔知咧。但是耶稣
为着人来死，佮活而且享受咱活命。兄姊妹，一个生命伫你的身躯顶，这个生命伫你的身躯，兄姊妹知无？今日咱伫这个所在有生命，就是因为主耶稣为着你来牺牲，为着你钉死十字架顶，为着你，拢是为着你。兄姊妹，所以咱每一个人非常的宝贝。所以，既然上帝互咱活命，伊救咱活命，伊对着这个生命一定有为什么计划甲目的。兄姊妹，伊毋是遐尔简单的上帝，无遐简单啦。咱咧大家想了太简单，毋是。伊有伊的目的，伊有伊的计划。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兄姊妹，咱开始看，就是要完成大使命，就是要完成大使命。所以，兄弟姊妹，要完成大使命，所以伊互咱有啥物？教会，伊互咱的教会伫旧约的时代啊，伊对啥物？对会幕，哇，对应用的所在，然后开始安那？开始圣殿，哇，才开始要着互咱知影。教会，然后到伫新约的时代，伊直接开始教会。教会要创啥？教会要创啥物？教会就是要互咱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连捌伊，伫即个所在做伙彼此相听，伫即个所在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加做一个永壮的基督徒。来，所以兄弟姊妹，教会非常的清楚，这项事就是安那，主耶稣叫你来，主耶稣叫你来。所以兄弟姊妹，头先有讲过，我伫20当来，发现有两种人会来教会，第一种就是来买路，第二种借钱。我相信大家毋是安尼来，是主耶稣叫你来，来要创啥？要做什么？叫你来做什么？叫你来做礼拜吗？做礼拜做要紧，但是永远唔通做礼拜，只有干了做礼拜。来，永远做啥物？做对了即事吗？敢是？敢是？来，啊无来教会查经，是毋是？啊是来唱圣歌队？敢是？毋是。当然，这拢最要紧，这加做咱的装备，加做咱会通安那有气力，这是非常的要紧的过程。来，呼召你来，呼召你来。所以教会就是一群人，咱三个组织伫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家庭敢是教会？是，咱的家庭是教会。咱的公司伫工作所在，两三个人组织。敢是教会？是，那是教会。咱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安那三教奉耶稣名组织，也敬拜基督，那是教会。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家人教会，咱三个组织一个所在，这就是教会。教会是属于伊的百姓，三个组织来敬拜上帝。所以伫教会中间，咱受洗礼，称做上帝家里。加入教会来正做门徒，也是这个到这还大有清楚吗？呀，我相信足简单，今日牧师分享非常简单，就是足要紧，因为有关系咱的教会未来50当、100当的发展。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受洗，正做上帝家里，加入教会来正做门徒，我伫这个所在有一项的提醒。咱的受呼召，正做门徒，毋是叫做信徒。兄姊妹伫圣经内底无讲信徒，为什么？咱做者兄姊妹讲，我是啥物信徒？信徒是迷路呢？信徒是迷路的，因为安那？迄个信，到底迄个信是信啥物？迄个信是啥物？啊，道，我毋知。对去行毋知影呀，
有信较有信，无信就无信，有叫你来较来，叫你无来就无来，呀。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呼召咱来正做门徒，所以咱每一人拢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咱千万唔通去讲，我是安那信徒，唔是你伫圣经的中间，将来无看到啥物信徒这两字，这是咱过去的传达的错误，咱受呼召，就是要正做门徒。所以，兄弟姊妹，既然正做门徒，所以主耶稣呼召咱，相信这门徒有权柄，这个权柄要创啥？这个权柄要创啥？兄弟姊妹，这个权柄就是要起造教会，完成大使命。所以伫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我要阿恁讲，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起造伫石磐顶，阴间的权柄袂当啥物赢过伊。所以兄弟姊妹，权柄主耶稣将这个权柄赏赐给咱。这个权柄要创啥？起造教会，完成大使命。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都充满快乐，充满能力。上帝互咱的恩典何等的大，互咱的恩赐，互咱这属灵的恩赐。无论咱祈祷，无论咱的敬拜，无论咱的方言，无论咱的医病赶鬼，其实咱每一个人，上帝拢要互咱。阿门嘛！非常的要紧，因为教会伊赏赐咱教会，伊赏赐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头前，伊搁伫遮呢赏赐遐属天的恩典伫咱的生命内底。我确信上帝伊要伫通过咱成就伊奇妙的事，这是我对头到落尾我所确信。但是呢，起造教会，互咱有权柄，就是要起造教会。最后是啥物？完成大使命，完成大使命，兄弟姊妹。咱完成大使命，绝对毋是巧合，毋是巧合。咱看起，咱有这信仰的前辈，因伫即个所在完成大使命。我看见伫咱的历史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咱信仰前辈，伊伫要奉献委身伫教会内底，伫伊的工作内底，伫伊福音的内底，兄弟姊妹，完成大使命就是爱伫要奉献甲牺牲。如果你无奉献牺牲，你绝对无法度完成大使命。完成大使命只是你的考核，足无彩，非常无彩。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愿意跟对主，愿意跟对主，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有一个功课，咱爱来学习，就是啥物？咱来讲做聚会高手，嘛得爱讲做啥物？散会的高手。来，当门徒组织伫山顶，耶稣甲因三个同在，迄个所在是啥物？一个敬拜、聚会祈祷、服侍。弟兄姊妹，今日个主礼拜要创啥物？恁知影无？我足久无看到，来兄弟姊妹，来，咱做个social，来拍屁股就做，敢是安尼？今仔日牧师无来，今仔听讲你牧师要来，我足久无看到伊来看我牧师呢，敢是安尼？毋对，咱来到伫即个所在要创啥？要创啥？这做要紧。要伫即个所在创啥物？敬拜上帝嘛？要伫即个所在领受上帝伊的话启示嘛？要来领受上帝互咱的恩典嘛？要来领受上帝互咱的充满嘛？要来领受上帝互咱的恩赐，就是要创啥物？要做什么？互咱较大苦吗？互咱更较安那变一个老基督徒吗？更较老的基督徒吗？更较自深的基督徒吗？敢是安尼？毋是，绝对毋是。我伫教会内底，我常常挑战阮兄弟姊妹讲
你其他迄个座位吼，毋通永远坐伫迄个所在。我过去教会捌发生一个问题，有一个迄个新来遐个姊妹来到教会，啊，伊嘛是安尼目睭无记迄个小可青眉去吼，无八戒金，啊，所以啊，行到头前，啊，拄啊好，2分钟就坐伫迄个所在，假的啦。然后呢，啊，伊坐伫拄坐落，啊，2分钟就来，都坐到遮，哎，歹势哦，这外围，迄个新来的人，马上离开。兄姊妹，我要挑战咱来啊呐，知影咱来到伫这个所在，伊的目的，甲伊的意义。这非常的要紧。今仔日咱三个组织伫这个所在，是要敬拜上帝，是要安那领受上帝话语，领受上帝恩典，要互咱成做一个勇壮而且有使命的基督徒。兄姊妹，这非常的要紧，非常要紧。所以，兄姊妹，当咱伫这三个组织了后，先小等要离开，离开安那，耶稣派门徒往普天的去。伊也要甲因三个同在散会，散会它是非常要紧的开始。聚会毋是关键，散会它是一个足要紧的开始。什么开始？都是咱带着这个祝福，到伫咱的生活、工作、人际关系。要创啥？见证上帝，将福音通过你的生活，啊，别人分享讲。我所相信耶稣基督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工作，改变我的婚姻，互人看见我等于看见上帝。姊妹，这太要紧，这太要紧。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上帝非常要紧的大事。然后安那，通过安尼来完成这个大使命。什么是完成大使命？就是伫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互万民做门徒，怎样互万民做主的门徒？兄姊妹，百姓，咱要抢救灵魂的观念，咱一定要抢救灵魂的观念。伫马可福音第6章34节，耶稣出来见足侪人就怜悯因，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同款，所以开喙教示因济道理。有一个牧师叫穆迪。这个牧师啊，是一个上帝特别恩膏的牧师，伊带领几百万人、几千万人伫遐来归向上帝。但有一年，伊受邀请到伫伦敦。哇！伫伦敦这教会牧师伊知影这个穆迪的风声，哇！伊知影穆迪的这个资料，哇！一定伫遐闹念讲穆迪。咱读册无济，讲话足粗俗，哇！奇怪，伊有法度伫遐带人信主，遐济新约技术，哇！所以因就安那来拜访穆迪，问穆迪讲：你到底有啥秘诀，会当引带人伫遐来信主？穆迪就带因到伫伊的饭店，拍开窗仔门大讲。来！迄个门口，迄个窗门外口有啥物件？哇！有人讲，哇！囡仔伫遐那荡秋千，哇！有老人伫遐散步，哇！真侪人伫遐讲话，伫遐来交，伫遐野餐。当目的，伊讲，你敢毋知影？我所看到的是啥物？毋是恁所看到的，我所看到是千千万万伦敦的人，今的灵魂沉落伫黑暗的内底。姊妹，我伫这个所在，拜托咱来拍开咱的目睭，有信心拍开咱的目睭。今日咱是桃园市，咱伫桃园市要将近100万人。咱感谢上帝，早前咱开设
福文教会即摆开设嘉光教会。兄弟姊妹，感谢上帝，总是你兄弟姊妹有够野无？无够野，求上帝拍开咱的目睭，互咱看到是啥物？这黑暗，伫黑暗中是失丧的灵魂。兄弟姊妹，今日咱的教会。咱的教会徛起一个老年甲密的所在，我拢确信，我伫30岁时，我就看见上帝咧祝福咱的迦南教会，互咱的教会咱徛起伫即个老烈而且人口非常济的所在，这拢有上帝真水的心意。当伫即个所在，遐大的产业，我求上帝帮助咱拍开咱的目睭，看到是啥物？遐行路，遐的人是失丧的灵魂。这最要紧，这有关系到教会未来50年、100年的发展。兄弟姊妹，这太要紧。如果咱若无看到，亏欠上帝恩典，亏欠上帝恩典。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去建立教会，完成这大使命。所以求上帝拍开咱的目睭，看见这失丧的灵魂，失丧的灵魂。来，所以人无法度改变救灵魂，只有一个啥物？相信福音，只有福音才有法度，互人的生命伫遐得到改变。所以如果灵魂无改变，就无法度进入上帝国。所以当人相信福音，就进入上帝的国。所以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因为咱进入上帝国，总是咱的朋友。咱的兄弟姊妹，你的亲人，甚至你另外一半无伫这个国度内底，我唔知影咱坐伫这个所在，你的心有啥物款的想法无？有缘记得，有缘记得，利用特种的机会，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咱来带着这个产业。到伫上帝面头前，唔通空空，唔通空空，兄弟姊妹，唔通空空，咱唔通空空，带无礼物到伫上帝面头前，你互上帝讲下真。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带这个产业到伫上帝面头前。第二项，咱来做啥物？国度的人才，咱做国度的人才。上帝将国度赏赐互咱，你要争做啥物款的人才？兄弟姊妹。咱唔通搁安那伫遐洗烟裤啊，洗烟裤啊，就是拢伫教会内底，咱有德性的啥物产业，即个观念甲行动。所以兄弟姊妹，来教会，不只是啥物，咱相信耶稣基督，咱来啥物，学习耶稣，跟对耶稣，做出耶稣，一世人挖靠耶稣。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你若概念，你就无法度真做一个国度人才，你是真做一般的啥物人才？兄弟姊妹，国度人才就是你一世人学习耶稣，跟对耶稣，活出耶稣，活靠耶稣，伫这个中间，你就真做国度的人才。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帮助你，兄弟姊妹，这2天的中间，我伫咱身躯顶看到足水的见证。我伫14年前有真济家庭，我感觉迄当中我拢替因真烦恼，是安那无完全，破病，哇倒回坐遮有诶无一大堆，总是我有看见，这10几年来，上帝伫咱的教会中间做真大改变的工作。我有一项看到啥物，就是这个人、这个家庭拢继续跟对主，主耶稣互因家庭真大改变。兄弟姊妹，上帝伫咱教会做足好的工作，毋知咱有看到无？兄弟姊妹，咱继续来努力，咱爱做国度的人才，来国度的人才。
上一场吼，我有一个真大的分享。上一款的分享就是一个挑战，就是我迄个上一场的兄弟姊妹讲吼，咱基督徒吼的正直是啥？基督徒的正直是啥？你是安那开知？呀，礼拜哦，呀，鼓掌鼓掌吼！基督徒的正直是啥？传福音。副业上，就是你即摆工作。这是一个最要紧的概念。这个最要紧的概念，要互咱会当啥物？成做国度的人才。国度的人才，今日咱来教会是安那？我无使目的，我毋是要为服侍来服侍，毋是我这个职务是安那？我要成做国度的人才。今日我徛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我就是要成做国度的人才。今日我祈祷，我伫这个所在奉献，我无啥目的，我要成做国度的人才。这做要紧。我今日我的工作无要紧，我伫遐那要伫职场内底传福音，我要成做国度的人才。兄姊妹，这太要紧的观念，太要紧的观念。当咱有这款的观念的时，上帝要赏赐咱这稳定来帮助咱，来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伊要伫遐赏赐这个稳定，就是啥物？当咱去的时阵，哇，开始安那就是爱咱提名，哇，继续为伊祈祷，圣天同工伫遐来传福音。好，当咱安尼做的时，上帝互咱有一项足大的祝福。啥物款的祝福？就是官兵、权柄。所以，兄弟姊妹，咱毋免惊，咱毋免惊。当咱愿意伫遐去的时阵，主耶稣就互咱有官兵，有官兵。当咱行到每一个所在，上帝的官兵，上帝开来就要甲咱三个同在。兄弟姊妹，你有相信无？你有相信无？伫我的教会内底，伫我的教会内底有这第一代的信徒，这的信徒是因为伫教会中间有真济国度的人才，当因伫遐那，我靠上帝，哇，当因伫遐甲因三个斗阵分享上帝的话，哇，因的生命伫遐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改变是上帝的观念，上帝的观念。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的教会，我相信咱要真大的期待，咱的教会要有发展，咱的教会要复兴。我伫网站的内底，应该是无偌久之前，我有看单属联团的，伊有伫这个所在分享一个信息。幸福的思想，我毋知咱会记住无？伫后壁，哇，伊对咱的教会有真大的期待。咱的教会毋嘛无偌久了后，有几千人的教会。兄姊妹，这毋是正做一个口号，这毋是正做一个话语尔尔。咱要怎样互这个应允实现伫咱的教会内底？唯有一项，就是啥物？传福音。教会发展只有一项传福音，无有别条路，无有别条路。我20年来，甲主军队主互我一个足深的启示，就是传福音，用传福音来起造教会。兄姊妹，最近我的教会兄弟姊妹同工会信的，我讲，咱兄弟姊妹咱斗阵也足久你看我牧师是毋是一个良心的牧师？哇，伊毋知我在问啥，目睭真大粒看我。我说你为啥物问这句话？
你牧师问我讲，是你是一个良心的牧师，其实我是要愿意回实的，因为安那，因为我无将教会带入去上帝心意的内底。我无将教会起做伫报道传福音的中间，无互教会安那行伫上帝的正确的道路内底。我伫迄个所在愿意回实的，兄姊妹，牧师下晡就要离开，若要佮见面，可能爱伫上帝国。对啊，但是最后的目标就是咱伫上帝国见面。我真正真听咱的教会，也感谢咱的教会。今日牧师用介真实、介有良心的话，甲咱讲，咱的教会要发展传福音，只有这条路。咱的教会有足侪社区的工作。咱教会有真侪遮做好的福音的事工，这拢是啥物？叫窗口事工。呀，窗口事工真要紧，就是互人会当看见耶稣。总是咱欠缺是人啥物，是啥物物件？就是你若无参与伫带人信主的过程内底，人无法度进入上帝的教会。阿门吗？这做要紧，这做要紧。所以，弟兄姊妹，起做教会完成大使命，这是一个精简的题目，这是一个精简的信息。以及咱的教会是一个精简的教会，感谢安尼。因为咱要伫遐抢人的灵魂进入上帝国，开毋是一种精简的，属灵的精简。为着啥物？为着福音，为着福音。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是精简的人，咱每一个教会所有事工拢是一个精简。主耶稣一定得胜，所以咱千万不能失败。咱千万不能失败，因为咱是得胜的基督徒。阿门吗？呀，这非常的要紧，非常要紧。所以兄弟姊妹，讲了上过长，愿圣神教会来感动咱。互咱去做教会，完成这个大使命。这是牧师伫这个所在非常要紧的这个分享甲提醒。咱的教会，咱开拓丰润教会、加工教会，无够业，无够业，咱需要更较侪啥物福音的工作，特别就是你，毋是看这中职。毋是中间看咱的兄弟姊妹，不是，就是你是关键，非常要紧的关键。今日教会兴旺的水平在伫你，毋是在伫别人。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教会的稳定感动，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起做教会完成这个大使命，这是上帝命定，这是上帝的交代。这是非常重要命令的之一。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所在，最后也上帝给我一个真大的感动。有3项的一个祝福，要来享受伫咱的教会，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伫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迦南教会，真正老年家己的所在，也万人。伫这个所在是万人得救的所在，这个所在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真做丰盛，真做这个世俗的人，因为生命得到改变的所在，这个所在真做桃园市的一个福气的所在，阿门吗？第2项，奉耶稣基督名来祝福咱的牧者团队，咱知影佫有主任牧师。也可以由上帝带领，享受好的主任牧师，也互主任牧师会当带领这牧者团队，互这个所在伫遐来完成起做教会，完成大使命，互教会恢复真做教会，
互教会会当成做万人得救的一个所在，互兄弟姊妹会当来成做真正的门徒，通过这牧者的团队来帮助咱，互咱成做一个勇壮的人。阿门。第三，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咱，互咱每一人的家庭拢得到幸福美满，互咱无论咱的事业，无论咱的健康，互咱的人命，互咱的使命，拢得到上帝的顾守。一世人军队耶稣，一世人挖靠耶稣，一世人学习耶稣，呀，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通过咱的家庭、咱的事业、咱的家庭，互咱人生得到丰盛，互咱得到美满。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垂听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那即个咱做大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带领咱愿来到你主你的面头前。主啊，你搁一摆享受你的恩，充满伫你的教会，充满伫阮所有兄弟姊妹中间。主啊，你互阮伫今仔日搁一摆领受主你的话语，就是建立教会完成大使命，这是你的命定。主，求你将这个话语放伫阮的生命内底。主啊，刻掉伫阮的心。主啊，互阮愿意，阮愿意，阮感动，阮伫遐军队主耶稣，阮活出主耶稣，阮一世人都是伫遐军队你的脚步，相信你帮助阮，相信你引带阮，互阮会当继续甲主同工来起造你的教会，完成大使命。主耶稣，你特别来固守迦南教会，主啊，互迦南教会，因为即群的门徒三个组织，互迦南教会得到快乐，互迦南教会得到丰盛，互迦南教会的名充满伫桃园市每一个所在，来高举上帝你的名。主感谢你，垂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